咱拢认为讲阿里山的大木林，因的年岁拢有2、3千年。林务局委托家己大学做调查，才会健康的新木，要来看因讲因到底有安全无？也发现讲这有真侪丛松梧是夹做火，若准用这树位来算火数，新木的年岁恐惊是较无准。那边那2根也是算它的，很远。 家己大学团队开3天的时间，对阿里山古木做实地调查，用种树心等等的方式检测，结果有新发现。因为看起来树围真快的松梧，不一定是一丛尔。它其实有一些树看起来非常的巨大，其实是非常多棵的红块，大家合抱在一起的。合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髓心就会压缩，它有2个心哦，在这个同心环的这个圆状环状上面。 研究团队发现松梧因为树根浅，要提悬存活率，边仔较细丛的会挖过来，嘛发现因过用树围来估算树仔年纪的方式，嘛甲实际有出入。亲像较早推估的水杉古木是2700年，即马算敢若剩1081年。香林新木原底推估是2300年，嘛修正变626年。不过像2号古木，就对800年变做1915年，真侪古木、新木拢有新年纪。 但是以往的生长锥它的这个长度比较没有那么长那而且它大概是测量一些单点它不太会去做一些多个去取样那所以它可能推估的这个结果，那因为用平均生长这样的结果，它可能会有高估的情形。 林务局表示，这个调查除了树木的年纪有更新，嘛发现古木树轮的生长嘛对温度称悬正生长，代表这个松梧受到气候暖化影响。这项研究嘛通正做未来气候变迁的观测资料。记者丁亚文、李旭凯台北报道。